位朋友，好高興喺深水埗體育館見到大家啊！咁啊，多謝大家嘅出席啊！我係鐘仔鐘志波啊，大家叫我街叔都得㗎嚇啊！咁啊係你哋嘅司儀。咁而今日咧，大家都知啦嚇，嚟到呢度咧就係參加柏金遜症香港柏金遜症基金主辦嘅愛心太極操籌款2022年啦。咁啊，今年嘅活動咧繼續吸引咗啦，係好多支持者參加，真係見到個場面咧都好感動啊！咁啊，足以證明咧，我哋在座嘅每一位咧都充滿愛心，為柏金遜患者咧係集合力量，耍出一套愛心太極操。咁剛才咧我聽到準備嘅時候咧，就有師傅話咧已經係20幾屆咧係參加咗㗎啦。咁啊有啲咧就係第一次參加，唔緊要嘅參加屆數多少咧係唔緊要，只要大家咧係去付出去支持我哋嘅所有患者。咁而大家可能咧對我哋基金會咧都好熟悉啦。不過咧我不厭其煩咧喺呢度咧想同大家咧再簡單咧係交代一下㗎。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咧係喺2002年成立㗎。咁啊當時咧係由一群對柏金遜症擁有專業知識嘅專家同埋患者咧共同創立嘅喎。基金嘅使命咧就係推動社會對柏金遜症嘅了解，並且資助香港柏金遜症會嘅各項活動以及相關嘅學術研究。基金咧已經連續22年舉辦愛心太極操，喺個過程當中咧得到咗香港太極總會同埋各位太極愛好者嘅大力支持。今年嘅活動報名人數咧係繼續超過1000人㗎。呢個咧係令人非常鼓舞嘅數字，我哋俾啲掌聲好唔好啊？呢啲掌聲咧就係俾翻你哋自己嘅啊！基金所籌措到嘅善款咧，將會用喺公眾教育，例如舉辦研討會啦、工作坊、出版刊物等等，以及資助患者活動，藉此向柏金遜症患者、社會大眾同埋護理人員推廣柏金遜症嘅正確知識。嗱，同往年一樣啦，咁我哋今年咧亦都會有吳太正式、楊式以及前師太極圈3場表演㗎。咁當然啦，亦都唔少得柏金遜症患者表演嘅鄭家簡易12式，同埋由太極教練負責嘅壓軸太極匯演，希望大家細心欣賞。而喺活動之前咧，基金已經安排將所有嘅活動衫、禮品包咧送到去報名團隊嘅師傅身上啦。咁而見到你哋個個都着住哇咁醒目咁靚嘅活動衫咧，就知道你哋已經收到呢份禮物包啊！咁啊，至於每個團隊咧，亦都有錦旗嘅，咁而錦旗就放咗喺接待處。一陣間咧，你哋可以去到接待處係領取，咁啊同埋咧用自己嘅團隊啊喺呢個場地咧係影翻張相留念都得。好啦，咁講咗咁多咧，咁而家係時候咧同大家介紹下我哋今日蒞臨嘅嘉賓啊！咁包括咗有香港太極總會陳麗萍主席，香港太極總會李發平會長，香港太極總會黃國龍監督，香港柏金遜症基金主席何樹良教授，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委員陳麗雲教授，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委員李常威教授，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委員蔡德康醫生，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委員麥潔儀教授，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委員歐陽敏醫生，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委員郭欣欣教授，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委員關陳立榮博士，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委員林淑堂女士，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委員廖潔嫻女士，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委員陳燕女士。多謝咁多位嘉賓抽空出席今日嘅活動。咁而我哋嘅活動得以成功咧，都有好多咧係部門係幫手㗎啦嚇。咁不過我哋喺我哋正式嘅活動開始之前咧，我哋先請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委員麥潔儀教授同大家致歡迎詞，有請麥教授。
晒鍾先生。尊敬嘅香港太極總會鄭陳麗萍主席、李發平會長、黃國龍監督、香港柏金順正基金主席何樹良教授、各位基金委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以及香港以及愛心太極操2025年嘅參加者，大家好！我哋又再次相聚喺深水埗體育館，共同參加愛心太極操。咁今日咧就係咁啱天朗氣清，亦都見到咧大家嘅笑容啦，同埋熱情啦，同埋個活力咧係令到呢度咧更加充滿陽光嘅，亦都讓呢個活動咧係變得特別同埋有意義。好多謝大家嘅到嚟。愛心太極操已經連續舉辦咗23年，歲月如歌，亦都見證咗我哋嘅成長同埋改變。今年我哋再取得令人振奮嘅成績，共籌得港幣大約100萬嘅善款。呢一切都離得開每個參加者嘅熱情同埋支持，感謝你哋23年堅定嘅支持，讓我哋可以繼續為柏金遜患者提供幫助同埋資訊。特別感謝香港太極總會嘅全力支持，喺鄭陳麗萍主席嘅領導之下，今年動員咗超過1000名嘅太極愛好者，以及100名嘅義工太極師傅，為我哋呢個活動付出辛勞。你哋嘅參與令到我哋嘅活動更加豐富同埋精彩。同時，我哋亦都感謝其他嘅協辦機構嘅支持，包括香港復康會、香港柏金順正會、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以及賽馬會柏動愛柏金順正關懷計劃。正係你哋嘅共同努力，令到我哋可以推動呢個咁重要嘅活動。在此，我哋亦都要感謝好多嘅贊助機構，包括偉倫基金有限公司、ESA、惠財香港製藥公司、Lundbeck、丹麥寧北大藥廠，以及眾多嘅匿名善長。獎品嘅贊助包括大灣區航空、噴射飛航、海洋公園。禮品贊助包括金源米業有限公司、Elopet、海天堂、Nutricia、柳迪希亞有限公司、和興白花油有限公司，以及正品藥業。冇咗你哋嘅支持，我哋亦都冇法子達成呢個佳績。直至目前為止，愛心太極操已經累積超過33000嘅人次嘅參與，所籌得嘅善款係用於推廣柏金順正嘅資訊同埋支持患者同埋照顧者嘅服務。各位嘅捐款同埋參與係我哋每一年活動成功嘅關鍵，讓我哋一齊繼續為呢份愛心同埋支持而努力。再次感謝大家嘅到嚟，祝願愛心太極操2025圓滿成功。多謝大家。多謝麥教授。咁啊，而家有請香港柏金順正會今日出席嘅柏友咧，喺台下咧，我哋一齊咧係耍出呢套嘅12式啊。咁啊，近年嚟咧，我係好多時候咧，清晨好、黃昏好咧，行過一啲嘅屋村啊、屋苑啊，或者一啲廣場嘅地方咧，都見好多人咧喺度進行太極活動啊。咁啊，全民運動咧係非常之好㗎啊！咁啊，太極咧亦都係近年嚟咧得到太極總會啦好多個機構咧去推廣嘅。見到咧佢哋喺台下喺台前由師傅係帶領啊。好啦，咁啊將個時間交俾你哋啦。
係同埋所有香港柏金遜政會嘅會友啊，咁啊大家睇到啦嚇，咁啊只要咧唔好放棄啊嚇，咁我哋咧就係一樣可以練得好嘅太極嘅嚇，咁啊請各位咧可以先行咧係回座休息嚇，咁啊。右腳斜斜地45度，左腳就唔係腳踭掂地咯喎，係腳尖掂地，係啦。如果影相。
好啦，準備嗱，眼向前望，腰一伸直啲。